新台病院胸腔内科医师林建佑表示，肺癌的初期大多数无明显的症状，就算肿瘤大到3公分，患者嘛可能未感觉无爽快，一直到后来扫火、呼吸困难才来就医。通常拢是尾期失去黄金的治疗期，因此自今年114年开始，国民健康署扩大肺癌的筛检对象，只要符合年龄的限制，有家族史或者是重度食粉者，每2天拢会用接受一届低质量的电脑断层的检查。目前这个肺癌是所有癌症之中是发生人数跟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癌症那由于症状或者是我们一般的 X 光，它的这个精确度、灵敏度，在肺癌筛检都不是很好。目前唯一有医学实证的就是我们胸腔的低剂量电脑断层那目前研究是发现，在重度吸烟者可以降低我们20% 的20%的一个死亡率相较于 X 光。那所以我们目前国健署会建议说，在有抽烟的，就是重度吸烟者，以及有肺癌家族史的病患的民众建议要做胸腔的电脑断层，早期发现可以增加生活品质，可以增加我们的存活率。为提升患者的生活品质甲日存活率，医生呼吁民众应该把握公费的筛检，唔通等到有症状才来检查。以每期5天的存活率无到1成，甲伫早期发现肺癌第一期5天的存活率9成来比较，早期发现才会用把握黄金的治疗时机。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